妹们大一家妹不开张，侬开张非没话很，有名的当中侬开张非没话，没话谁开张，没话谁开张。耶稣沿张天红的标出来，杨子教，明恶战，杨子教明恶战。三国博带怒者上天红烈表现恶点表后灵忙三国博怒者这张天红的标天红的表现我点标后灵忙杨子教明恶战，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赛过坡路子张天红的表现后灵忙杨这教养就是行着路，这走着路去那时，恶战那时。三国坡四哥们路这是他漏的罪，漏什么呢？我看见过的，有个人一个小干部，他让别人打另外一个人，他叫路着罪，他就做一个动作，路着嘴，那别人自然就打他，他也不动手，他也不说话，我没有让他们打呀。他说路着嘴，张天红的表后者后灵忙表现，这房子旁边表现，路就是做动作，我让他打他，我不说话。我没有让他打。杨子教明恶战，三国坡路者张天红的表现后灵忙。杨素教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祝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